我會想知道佢啲傳說係咪真嘅，佢係點樣啊？佢又點知個煙筒係安全嘅呢？點樣落去呢？之後仲有佢咁肥，隻鹿會唔會好辛苦呢？好多小朋友都相信有聖誕老人，佢哋會寫信問聖誕老人有關佢哋傳說嘅真確性。不過聖誕老人就梗係好忙啦，只能夠用電腦打印出一式一樣嘅回信。因為參加聖誕傳情而成為聖誕老人嘅Yoyo，就係因為收過呢一種冇溫度嘅聖誕卡，令佢想重新手寫聖誕卡，將溫暖送俾人哋。自從呢一個 WhatsApp 啊、SMS 即係越嚟越發達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嗰個手寫嘅聖誕卡咧就越嚟越少，但係其實呢一種咁嘅情感嗰種溫度，手寫嗰種溫度咧，其實係比起嗰啲 message 啊係有心思得多啦。另一個參加者 Santa Candy 亦都希望透過聖誕卡傳遞愛嘅信息。佢又話最難忘小朋友喺聖誕卡上面問聖誕老人一啲有趣嘅問題。咁咧，小朋友咧好得意嘅，佢哋好率真啦。譬如講話聖誕老人你住邊度啊？有一個咧好深刻印象就話聖誕老人我讀 K2 喎。你係咪都讀緊 K2 呢？除咗呢班忙於回覆聖誕卡嘅義工可以做聖誕老人之外，其實每個人都可以係聖誕老人㗎。好多人藉住呢個節日咧，都想送一份心意，未必係一個消費或者一個物質嘅禮物，可能係一啲説話啦，或者少少嘅一啲心意。咁其實我覺得已經係聖誕老人嗰個意思咯。